如果話今日股市大跌唔係恐怖到極點，就好似話1945年嗰日港島只係天氣熱咗少少咁荒謬。我問佢 Stan Weinstein 究竟呢啲咩意思，佢又覺得最終會點收場？就我嚟講，呢個只可以叫股災。不過我早學識咗，當你身處股災過程入邊，你千祈唔好估底。我仲覺得大家要明白呢件事唔係冇啦啦發生嘅。好多人話今次跌市好突然，但係事實上8月底嗰陣技術走勢已經轉咗負面嘅指標都開始轉弱。好似你見到道氏理論咧出現賣出信號，當市場跌穿2450，跌穿咗30週移動平均線，走勢咧就變咗負面。而家我哋正處於一個負面階段嘅市場，而家開始恐慌。呢個冇得爭拗嘅。不過你講到嘅支持位全部都跌穿晒啦，咁呢啲情況對技術分析有咩影響？其實就我哋講，反而更加證明咗技術分析嘅重要性。因為事實上咧，當好多人都話個市會升到3000、4000嗰陣咧，其實技術指標已經開始轉弱，技術分析早就顯示咗呢個跡象。第二樣嘢就係呢件事證明咗你投資時一定要有好嘅策略。如果你有跟指標操作，減持咗貨或者設止蝕位，你就會喺呢次跌市中被止蝕走，避過損失。而家你變得保守，但係都中意揸藍籌，但係今次個市況連藍籌都被打殘晒，絕對係。但係止蝕位就發揮作用啦。係啦，明白。咁你都算有保障。絕對係啊。